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那你讲日月如梭，时间一天过一天，一晃搁过一冬。下礼拜四就是旧历12月，古早人讲旧历12月是腊月，这月日准备要过年，节节工课爱排比，像讲利是青屯，利五满面，等到送神过了后，才会较轻盈。刷来准备围炉，规家伙仔大团圆，要好过年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下礼拜四就是新历1月11，就是这腊月初一。讲到这腊月，你敢知影腊月内底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，还有一寡禁忌？今仔日老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讲到这腊月，就是下礼拜四新历1月11，腊月正式爱开始咯。讲到这腊月，伫内语内底叫做是12月冬，就代表旧历12月意思。好，讲到腊这字，腊其实意思就是伫内底叫做一地肉拍做瓜了后，叫做是腊肉。腊肉为着要伫传统内底会当来拜祖先、拜这个神明，这个时阵呢，就是一寡传统的仪式，所以伫腊月初一的时阵，爱准备这腊肉来拜祖先来拜拜。另外看卖腊月初八要创啥？爱煮这梅，为着要纪念这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这日子，所以伫庙内底就会准备这梅来拜佛。另外一般的民众买煮梅分享给亲戚好朋友，代表把这好运拢总送出去。另外看卖过去这腊月这梅内底用这白米、啊个黄米、啊个红豆等等来煮，今麦咧会加入去这个红豆，啊个一寡无共款的保元气的物件，希望互大家伫内底会当来保元气。继续看卖6月23是啥物？是送神日。送神日其实唔是每一个拢是伫23号啊。来看卖做官的人是伫23号，一般的民众伫24号，另外水上人家伫25号。送神日就代表过年爱正式开始咯。另外一天早起爱创啥？早起爱拜祖先来拜拜，下晡爱拜啥物人？拜这灶王爷。另外呢爱准备这猪料，为啥物呢？因为食了甜甜，喙嘛较甜。这灶王爷来到厝内底，食了猪料了后，去天顶看到玉皇大帝，喙嘛较甜，替大家来讲好话，嘛祈求大家未来拢会当一切顺利。继续来看卖6月2是啥物？叫做是青屯，青屯就是喺摒扫厝内底。来看卖华语内底，灰尘的尘，甲这成年的成，因是真相型的，就代表若是伫这时阵摒扫，会当甲歹运拢总扫除，甲上一切的运气嘛拢总扫除。6月2我爱创啥？爱做这豆腐，这豆腐豆腐的腐，甲福气的福，因嘛是真相型哦，就代表大家当找到幸福，得到福气。另外6月29要创啥？就是29暝，大家伫厝内底团圆做。回来食饭，做回来迎接新的一年。好，这就是6月一寡传统的风俗。继续来看卖6月嘛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个禁忌是啥物？第一个禁忌无适合伫6月时阵搬厝来动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6月时阵，真侪新民拢会来到厝内底。你若是搬厝，新民找袂到位，颠倒对新民比较无尊敬。第二来看卖6月30时阵，水缸水拢爱底好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水就代表财气的意思。若是这水缸底无满，就代表财气嘛未满，对大家嘛是无好的。第三来看卖6月30时阵，嘛无适合来扫土骹，无适合来弹粪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土骹的土嘛是代表财的意思。若是扫土骹，都把这财气拢总扫掉。所以呢，爱啥物时阵才会当扫土骹，才会当弹粪扫，就是爱当讲送神日了后，初三了后是比较适合的。上尾一来看卖，这6月时阵无适合黑白乱讲话，黑白乱咒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侪新民拢伫厝内底，若是黑白乱讲话，真有可能就会真灵邪。所以这时阵黑白乱讲话，颠倒对大家比较无好。好，这就是一寡6月禁忌，提供给大家做伙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